再来看宜兰的罗东有一栋12层楼高的大楼，昨暗火烧哦，起火点是伫2楼的楼梯，加上火真紧就拍发，无人受伤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讲是一个啉酒醉、性用的查甫人，伫楼梯口的时抓伤。因为这栋大楼哦有饭店、有卡拉 OK， 佮有补习班哦，所以导火时现场是真紧张。 在宜兰罗东一栋12层楼高的商办大楼发生火警，消防分推车赶到现场拍火。导火原因敢若是一个姓杨的查甫人伫咧2楼的楼梯间烧纸生火，因为大楼内面有饭店、补习班、甲卡拉 OK， 让人真担心。是有消防在，但是说实际状况都不太清楚。还不晓得。从那个安全梯、那个逃生梯样子，可能喝酒醉吧，然后可能就拿东西来烧。大火造成财物的损失，不加载无人员伤亡。 根据了解，这个姓杨的查甫人，迄当阵规身躯拢臭酒味，伊先到4楼的卡拉 OK 店要消费被拒绝，尾就走到2楼楼梯间，烧纸箱啊加塑胶红啊。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，除了把火拍花，也把这个一直发烧的查甫人带登去警局。箱放在上面，哦，那箱放上面，应该是吧？应该放在上面，后来他就帮我。 就这边烧起来。火调科人员到现场调查，发现纸箱啊烧甲乌臭搭，地方窑火烧过混裂。范闲哦，突然情绪失控啊，口出秽言哦，那怒骂我们员警哦，随即以妨碍公务的现行犯将范闲逮捕哦。警方讲，接到报案了，随派警力到现场，在商办大楼地下室发现嫌犯，以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。 有查到赖大拍火机等证物，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等罪嫌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